將臨期靈修默想由基督教香港崇新會培訓部提供資料。2025年12月10日第11天，主題悔改，題目全心轉向神。經文詩篇38篇13至16節。但我如聾子不聽，像啞巴不開口，我如不聽見的人，口中沒有回話。耶和華，我仰望你，主我的神啊，你必應允我。我曾說，恐怕他們向我誇耀，我失腳的時候，他們向我誇大。大衛犯罪嘅時候，正係俾嗰啲敵對佢嘅人有機可乘嚟到攻擊佢，因為呢個正係佢哋大好嘅機會。嗰啲尋索佢命嘅人設下網羅，同埋口出惡言，為咗想害佢，終日諗嘅都係詭謀。當大衛失腳嘅時候，受盡敵人向佢示威同埋誇耀，佢只好就好似個啞巴聾子咁，冇話可講，亦都冇一個反抗嘅能力。然而大衛選擇係仰望神，佢捉住神嘅應許，唔讓生命嚟到沉寂啊！英國一位作曲家海倫萊梅爾喺1918年，因為睇見一張嘅單張，題目叫焦點，激發咗佢創作一首嘅詩歌，就當轉眼仰望耶穌。其中嘅歌詞係咁樣：你心裏是否煩惱困苦，不見亮光，黑暗滿布？仰望主耶穌就得光明，你生命更活潑豐盛。當轉眼仰望耶穌，定睛在他奇妙慈容，在救主榮耀恩典大光中，世俗事必要顯為虛空。晚年嘅海倫被診斷出患咗一種導致失明嘅疾病，隨住病情嘅越嚟越沉重嚴重，佢丈夫都離棄佢。佢經歷咗身體同埋情感雙重嘅打擊，佢冇被呢一種人生嘅磨練所擊倒，反而佢更加嘅親近神。佢一直堅持寫作，直到佢生命嘅結終。佢前後創作咗大約500首嘅讚美詩歌同埋音樂嘅作品，其中就包括呢一首《當轉眼仰望耶穌》。我服侍盲人有10幾年，有一位信咗主嘅婆婆，佢對我講：佢牧師啊，我70幾歲然後先眼盲，我接受咗，跟住我又患上癌症，我都接受到。但而家我最唔能夠接受嘅就我好驚有一日我唔記得咗耶穌同埋你啊！我安慰佢，明白佢內心嗰種嘅懼怕，就係一份失去安全感同埋親切感嘅感覺。每次探望佢嘅時候，我都同佢一齊唱詩。佢始終離世之前，佢仍然堅心相信主，同埋向我微笑。默想問題：當你遇上困苦艱難，你嘅視線嘅焦點係走向邊度呢？你點樣將生命嘅危機轉為轉機呢？
我哋祈禱，主啊，你係樂意聽我個呼求，樂意伸手嚟到輔助我嘅，我感謝你。